好来，乡亲啊，有关这个罢免，7月26就要投票。即卖罢免甲反罢免拢强滚。来看家人要互罢免的国民党的立委林派雄，逐工拢坚持一个人举牌啊，徛伫个路口宣传反罢免。啊，若罢免团体是早暗拢请立委来定点开讲。啊，若针对着家人市民政处的前处长张延祥涉嫌利用告资帮助罢免，防裁定冤压。罢免团体是要求着林派雄都要来道歉。啊，林派雄讲尊重司法的侦办。7月26罢免投同意。主办报道文宣会上，家人作派罢免团体职工今仔日透早伫咧信义市场扫街邮票，嘛找民进党立委林楚兴到场相挺。除了和罢免团体徛伫咧第一线，嘛定点宣讲。林佩祥既然把罢免团体的朋友当成边缘人，当成这个狗狗拉肚子出来的东西，完全就是一种不屑的态度。罢免团体并罢免继续出招，邀请立委坐镇。二是扫市场副林楚兴，暗时徛广场副桂玉清，佮退休空军飞官台湾金拔，拢是想要互各界侪人注意。来看反罢免的立委林派雄。早，甲过去同款，靠家己一个人徛伫咧路口。立委林派雄家己举看板，差不多逐工透早7点，拢会家己一个人徛伫咧路口，和选民相质问。助理嘛讲，伊无想要互团队早起加班，嘛无想要举喇叭叫吵民众。啊，针对时事议题，嘛定定透过网络发声。不过如今煞互人质疑。林佩祥在这个案子里面，他好像从过去一直都没有看过他对金华城案有任何的一个表示。那现在突然在他的脸书写出对金华城案件的一个想象，那我想这里面就是他急了。前台北市副市长裴金星面对太太过身，问先怎出事伫咧这个国家，林派雄普文顺话尾，互人看袂出。另外，家人市民政处前处长张延祥涉嫌非法利用个人资料帮助罢免，却裁定冤压。罢免团体要求身兼党部主委林派雄爱向台湾人回失礼。林派雄讲尊重司法侦办，而民进党主席赖清德总统讲会全力宣讲支持罢免。林派雄就讲真不满。如果说赖总统所谓的团结实讲，就是一直不停的去造谣抹黑，然后来去针对他所想要的台湾独裁、大罢免、大成功的政治斗争目的，那我认为这些实讲不听也罢。第3阶段投票上尾关键到大送7，两边阵营基地攻防各自出招，就看选民会支持谁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